我係司徒乃宗，我係一個畫家。司徒乃宗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前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。佢出生喺廣東開平書香世家，爸爸係嶺南畫派大師司徒琪。佢曾經跟隨趙少昂、關山月、楊善深、黎雄才等國畫大師學習。司徒乃宗年輕時留學加拿大，對西方藝術亦都有好深研究，所以成就今日學貫古今、融匯中西嘅大師級造詣。佢嘅作品被北京人民大會堂、香港藝術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、台北國父紀念館等幾十個單位展出或者珍藏。有一張好受而家啲人嘅欣賞，叫做《大海波圖》啦。呢張畫嘅取材咧係嚟自我唐朝一首詩：天涯萬壑不自勞，遠看似知出處高。溪澗豈能留得住，終歸大海作波濤。